台语的时代，我有一个梦，台语网络有声读报第20号。2010年台语能力认证考试专题报道，考试主办单位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，承办单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进修推广学院。一天，2010年9月25，透早就有人到这咧找考场。原来是咱国教育部头一摆咧举办台语能力认证考试，全国分17个考区，20间市区学校同步进行考试。这是台北第一市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。这项考试原本是要予6500位国中小学现职教师和志愿老师来考，因为在野的教师无必要认证，因无兴趣这项考试，志愿老师嘛只1-2千人尔，所以报名的情况无真佳也。教育部透过第2阶段报名方式，开放予一般社会大众参与考试。报名人数总共有4118个人，有3215个人到考，到考率是78.1%。这摆考试敢若有1684个现职在野教师报考，教学资源老师有901个人报考，两项合计占总人数的6割卡达。一般民众有1532个人报考。考生上侪岁是79岁，上少岁敢若10岁，有13位新庄考生，甲1位有新的考生。这摆认证考试是国家级检定考试，按算伫当年12月15放榜。考生分数若达到分级标准值，教育部会依照各级数授发证书。第一节阅读测验刷，大家议论纷纷。有一题问讲，电视画面安怎看袂清楚？答案选项有雾雾、蒙蒙。多数人拢选雾雾，敢若少数人选蒙蒙。若像这个画面看袂清楚，请问是雾雾，还是蒙蒙？第2节拼音听写的放音设备伤细声，坐较后壁的人拢听袂清楚。考了真懊恼。下晡阁有语言表达能力测验，紧来看考场位置。语言表达能力测验考场的门骹口，真侪人客做阵。
有人咧找座位，有人咧找朋友。这三仙久无见面，看到镜头笑眯眯。阁有人今仔日敢若介欢喜。台湾有声特报，伫师大考试现场报道。